几点？差不多了。这什么怪味儿啊！破地方，破天气，破屋子，破男人。我去趟洗手间，等我啊。
王八蛋，杀人犯！我把外卖给您搁到那儿了，祝您用餐愉快。谢谢使用饭桶外卖，系列播出好评。别站住！大哥，你别激动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身上没钱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我们什么事情？我们没关系。对，道上的规矩我都知道。出去以后，我跟谁都不说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不记得了。你个大活人，不记得怎么进来？大哥，我真不记得了。谁他妈是你大哥？哦，明白。你想让我记得什么，我就记得什么。我让你自己记得，自己想。我记得，我就从那个门，我就过来，就在这儿，看屋里没人了，我一扭头，我就被打晕了。谁打的？是不是他？没看清。穿什么衣服？外套。什么外套？普通外套。哎呀！兄弟，你信不信？就你这样的，我一枪能打死你2回。可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吗？你不想害我？哎，你不相信我，我理解，因为咱们素不相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真诚地互相介绍一下自己。你是送外卖的，对吧？对，饭桶外卖。我是练武术的。什么练武术的？你就是个贼！你敢把你包里的东西打开给他看看吗？我承认，我是个贼。我是迫不得已。迫不得已，所以你就杀了我老婆。你现在还想杀我灭口？你他妈说什么呢？你杀了我老婆，就是你杀了我老婆！你血口喷人！那就报警，看警察来了，相信谁？轮不到你做主。这个杀人犯！你胡说八道！你别逼我！你杀了我呀！你把我们俩都杀了，这样你就可以跑了。你快把我们也杀了吧！站住！谢谢，坐。你怎么称呼？马明亮，叫我小马就行。
我和他，你觉得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这很明显，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。那你呢？送外卖的，外卖员。前2天啊，有一个小偷进一家人内去偷东西，结果把俺家里面一对新婚夫妇全给杀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破案呢。监控拍到他的背影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都是送外卖。大哥，你这话里有话呀！我不光话里有话，我还话里有刀，话里有枪。哥哥，大哥，把你手机拿出来。手机。大哥。拍手。拍照。大声点。你帮我看着他，一直击掌，不要停。你要敢停的话，我就开枪。大声点。大哥，我想明白了，你才是好人。你穿的是球鞋，打我的那个人穿的是皮鞋。大哥，我帮你啊，可你可千万别出声。大声点！王八蛋！大哥，很快就好了。马上了，哥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让你看着他吗？大哥，是你放了他的。大哥，不是。大哥，他真的不是我杀的，他不是我杀的，大哥。你好，外卖到了。帮忙送进来。
这案子现在已经很明显了，他就是凶手。他不仅杀了他老婆，他还想嫁祸给你。大哥，你看，一会儿等警察来了，我们就得这么说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帮你洗清嫌疑。这是谁？凶手。这又是谁？受害者。现在，受害者、凶手都死了，谁害的？是你！现在是你了，你个王八蛋！你，大哥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弄死了凶手，你就是凶手。你见过一个死人弄死了另外一个死人，还都是他杀？你问警察信不信？我那是自卫，证据呢？有证据是自卫，没证据就是杀人，还杀了2个人。大哥，所以您得帮我作证，只有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进来？你让一个小偷在他的作案现场为别人作证，美的你！大哥，事情到现在这样，我也控制不了啊。你控制不了，我就控制得了吗？净他妈捣乱！那我刚刚还救了你你那叫救我吗？你那叫坑我！我躺在那儿被绑的时候，身份非常明确，这就是凶手。我是小偷，你是送外卖的。你这么一解开，2个死人，2个嫌疑犯，全他妈乱套！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能去哪儿去哪儿，能走多远有多走多远。不能走，你走了我就说不清了。大哥，我要留下我就说不清了。钱我都没赚着，我现在就杀人犯。走，同志，走，你听我的，趁现在赶紧跑吧。跑去哪儿？还能上哪儿去？下个月原本要结婚的。同志，来，小马，我不是不同情你，我看同行在外边留的记号，我想进来捡个漏，这没想到一进来，太复杂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咱哥俩这儿太背，保重。我想明白了。要走，你走吧，我来善后。你不怕说不清楚了？我为了你，说不明白，我也得说。快走吧。兄弟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们做个分工，啊，你负责那屋，我负责这屋，不走了。一起做好善后，不留痕迹，行。
小马，你到底是谁？喂，猜我在哪儿呢？我在你们家楼下呢。你下来好不好？我们出去吃饭。我不管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反正我就在你们家楼下等着你，等到死为止。还是你好，么。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还有这么个地儿？要不是他今天让我来给他交电费，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个地儿。3楼307。你不说这儿一老板吗？住这么穷酸个地方？这老东西信风水，信得要死，估计有人给他算过。这不会有问题吧？被我捏得死死的，没问题。过来。去吧。这地方又偏又远，叫个外卖都得等半天。烧烤还是中餐？火锅。讨厌！你不饿我饿。我点了啊。这什么怪味儿啊！破地方，破天气。
我去趟洗手间，等我啊。喂，经过右边，你快走，听我的，赶紧走。有了吗，都？屋里有人吗？没人的话，我给你挂门上了啊。你帮忙送进来。这也不像假钱呐。只有这上下五张是真的。哦，原本打算趁着他下楼，我进来给他把钱还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有钱呢？丽丽，
丽丽认真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人很狡猾，一直就没落。他把钱藏哪儿了？我去他家里边都翻了个遍，我都没找着这钱在哪儿。这不是他们家呀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这人有段时间没在了，他今天早上给丽丽打电话，说让丽丽给他交电费。这姓什么？尤大成。这个人我也没见过。这有多少钱？100万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个岁数还干这一行，有点为老不尊？其实我本来就是个修家电的，这次出来是为了我儿子。我儿子肾衰，得换新的。换肾？那不是得直系家属的吗？我试了，赔。为了第2次手术，我把房子卖了。可是排了好几年也没排上，医院让我再等上1个月。今天正好是第30天。孩子太小了，等不了了。我道上那朋友说他们有路子，得大几10万，然后后天就能排上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你想投几十万？我想试试。可是大哥，老弟，你帮帮我这孩子，我就觉着，就这个人吧，穿那个样不像有这么多钱的人，他肯定是不义之财。我想用坏人的钱救一个好孩子命，这不算是缺德。大哥，放心吧，我帮你。等我的意思吧。这钱，你得分我一半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，大哥？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大哥，你听我说。我都想明白了，大哥。我为了你，这钱我得拿呀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咱俩都脱身了。咱们2个今天在这儿，这纯属意外。咱们2个今天压根就不应该在这儿，2个互不相干的人呢。那姓尤的杀了他情人，2人争斗，猝死，可不是嘛？你刚刚不也看到了吗？他要袭击我，他刚扑上来，就不行了，咣当就到那儿。再说了，这夫妻之间吵架斗嘴，出了人命的，这也不是没发生过呀。咱们只需要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，就没人能发现我们来过这儿，能行吗？好像说得过去。这怎么能光是说得过去呢？这叫滴水不漏。他们查到我们呢？他们查我们要时间。你今天晚上拿了钱，明天就给儿子排上手术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马明亮心钱，
我可以出卖你，可我不会出卖钱。出卖钱，这就等于出卖自己。大哥，您别犹豫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事情就对不上了。大哥，你看，要不就这么着吧。你不容易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。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小马，你刚才说那个人姓什么？有严，他姓严啊。谁？我都看见你了。出来！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刘老板，接着喝。真的不能再喝了，乳糖不耐。说这些你不懂，就是这个。别那么多废话。那不说了，我想上趟卫生间。不行，说说交易的事情，说完再去。哎呀，哪有什么交易呀？我这把岁数都要退休了，你这接着喝吧。不能喝，我必须去卫生间。哎，听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听我说，我真的，我不行了，你让我去吧，交易的事情，哪有交易啊？我说，今天晚上交易，什么地方？就在这儿这个屋子里。和谁？原来是老滑头，上个月他中风死了，他卫生间的班。哎呀，我没见过，我谁知道姓张啊你？我想上厕所，你让我去上厕所不行了。哎，你哎都，哦，哎呦，呼。几点交易12点。钱在哪里？钱不在我这儿。还有谁？老兄，真的没了，你相信我。喂，喂，猜我在哪儿呢？我没时间。我在你们家楼下呢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忙完了再联系你。忙，就知道忙，整天飞来飞去的，比公司总裁还忙。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嘛，快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不能来找你啦？你上来。我不，黑灯瞎火的，吓死人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走不开，你赶紧上来吧。反正我就在你们家楼下等着你，等到死为止。你。你是谁啊？陈哥让我来的。这老混蛋！老兄，我跟他不熟。我不关心这个。钱在哪里？都在我太太那儿。太太，我跟了你1年多，
你可从来没跟我提过你有太太。我没有说过吗？哦，可能是太忙疏忽了。一句实话没有，就是一骗子。我是骗子？你们骗过我吗？我对你是真爱，结果你还是和那个小白脸，你们两个都……哎，我知道，在哪里？就在这屋里。他今天特地叫我来交电费。他都没来过这儿，他怎么知道这儿有钱？我为什么没来过这儿？因为你不让我来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来？我凭什么让你来啊因为这儿有钱。你说我什么任务让你来这儿啊？老兄，我没有耐心了啊！3、2、1，真贵。喂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周董事，老兄，是你吗？老兄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女人一心想害我，我怎么能跟她串通好呢？我是无心的。你接着说。钱都在冰柜里，其他的就再没什么了。你接着说。我跟那人从来没见过，只知道他姓张。姓张啊？你从头说，说细点儿。从头？嗯，从最开头。对，从头，不懂吗？我懂，懂。你容我想一下啊。97年亚洲金融海啸，经济形势不好，我呢就从厂子里出来了。平时呢，我这人爱读书，喜欢文学，发表点文章。我不是大头是小头，从今天说。今天？嗯。那今天这事儿，你们不都清楚了吗？我不还没说话呢，哪来的你们呢？这个屋子除了我，还来过别的人吗？没了，就你，我，还有那臭娘们儿。问你什么说什么？什么叫你们？这是一种形容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解释不明白。我说，这个，您容我想一下啊。哎呀，到嘴边了。
借贷手法，用你们来形容一大群人，比如说啊，你们这帮杀人犯，啊，你们这帮小偷，当然了，您不是杀人犯，也不是小偷，您是抓他们的人。老兄，这次行动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，我真不知道。行动，我到底是谁？警官呀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您就别逗我了。我市西南区于昨日晚间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，经警方证实，2名受害者为一对新婚夫妇。监控录像拍摄到犯罪嫌疑人身穿外卖员制服，现悬赏征集相关线索。你干什么？是你放了他的！老兄，老兄，你还在吗？还有什么？一口气说出来。我想跟您谈谈戴罪立功的事儿。你还想戴罪立功？我怎么不行啊？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啊！老兄，我知道您的心思，不就是想冒充我和他们交易，然后把他们一锅端掉吗？说实话，没有我的帮忙，你压根端不掉他们。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我跟那边啊有安排，定了个暗号，他们人一到，我开门，我说大清早不睡觉，阿猫阿狗吵什么吵？对方答，天凉了得吃饭，大哥大嫂打发打发。但凡有一方答不上来，那就说明出状况了，交易终止。到时候你拿不到证据，抓了也白抓呀。交易时间，那我这算不算戴罪立功？算。能减几年刑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这还不行啊？这样，老兄，您给我写个条子，给我个心安，啊？我这可你这啊！说，说，刚才我说12点那是骗你的，我们定的是11月11号11点啊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交易内容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止一个人。你是谁？你他妈管我是谁？说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你们把我抓起来，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回答问题，不许问问题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不是警察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回答问题。哎，你们和那臭婊子是一伙的吧？啊！别打了，我说，你把手放开。来人呐！抢钱！哎呀！混了。没死就算便宜他的。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这关键的问题还没问出来呢。还为什么呀？这人马上来了，时间马上到了，交易什么呢？你还管他交易什么？干嘛拿钱走啊？
见的这个尤老板，听说是个变色龙，咱得小心点。到了。现在几点？还有1分钟。老方法，老做派。习惯了。你之前来踩点儿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听说你前几天去了趟医院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受伤了？没有。没受伤。啊。前2天出了点意外，丢了个数量，我要给补上了。意外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瞒着我？怕你激动。你擅自隐瞒重大失误，破坏公司形象，还他妈怕我激动，还在工作的时候抽烟抽。敲门。打电话。里边有声音。都他妈这么不专业。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？大清早不睡觉，阿猫阿狗吵什么吵？天冷了要吃饭，大哥大嫂大发大发。尤大成，中药贸易集团首席执行官张耀忠。这个张总是我的贵客，按理说呢，我应该好吃好喝接待一下。可是没想到，就这个兔崽子，那个小老弟儿那儿不能抽烟啊，冰箱的制冷液漏了。别着了火，过来抽，啊！没想到，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，家里他妈遭了贼了。这个王八蛋，弄了身假制服混了进来，把我的家弄成了这样，把我的人弄成了这样。所以说，张总，非常抱歉，等我处理完了这个兔崽子，我再接待你们。小伙子，你干什么？处理了。啊，不用你处理，你处理个好歹的，算谁的？当然算我的呀，尤总。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做生意嘛，和气生财啊。董事长，
妈病了，你这不得个了？光荣镇胜利村2组19号张耀忠，你妈叫王素梅是个老寡妇，你姐叫马艳芳是个小寡妇，你们家就住在货场往东30米烂窗户那家，对不对？放到10年前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干姐夫。哎，你姐又嫁人了不？男人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就好。不瞒你说，我还常想起他。松开，自己人。小舅子，你当小偷有意思吗？没得意思，没意思就对了。我们那么久没见面，今天在这儿碰见了，这就是缘分。我破一次例，以后你就跟着干姐夫干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咱大有可为，未来可期。干姐夫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尤老板，你跟他说说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？张总是干什么的？说出来吓死你！就张总这个事迹，张总还是你自己说比较合适。您是前辈，您最有资格。人家张总，人家是那什么，那他妈什么，干这个生意的。干姐夫，大买卖啊！哎，大买卖谈不上，但是我们中央贸易集团格局是有的。按照我的规划，5年之内我们将完成资产重组和多元化经营。小舅子，我的这一趟快车，你赶上了。多谢干姐夫提携。岳老板，大家都是自己人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那我们就聊点正事了。钱准备好了吧？张总，你看啊，咱们去配眼镜了。你说这个营业员是让我们先验光啊，还是让我们先掏钱呢？尤老板的意思是要先验货。我这个人直，别介意啊。叶老板，我干这一行进进出出这么久，还从来没听说过要先验货的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就
不好办了呗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原则，大家都忙，你慢走。尤老板，我们为了您这批货，前前后后忙了小半年，这刚进屋几分钟您就赶我们走，这不太好吧？行，那就抽了这根烟再走。来。就是验货吗？验到尤老板满意为止。进。尤老板不是要验货吗？验到您满意为止。只要有一个不听话的，算我白送。不需要。尤老板不方便。小舅子，你帮尤老板验。给姐夫。就算了，别紧张嘛，熟悉一下工作啊。我说不需要。好，既然尤老板不需要，货到了，钱呢？我想问你，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尤老板果然是老江湖。实不相瞒，这来的路上啊，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，丢了一个数量，我们就临时找了一个补漏。爸爸，你会好吗？
你一定要好起来。等你好了以后，我们一起。哎，你好，日见的。我市西南区于昨日晚间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，经警方证实，2名受害者为一对新婚夫妇。不好意思啊，证据。对，有了证据，那帮王八蛋一个都跑不掉。阿水，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说来听听。等你信号，然后把他们样子拍下来，等你回来，然后报警。摄像头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防水、防火、防盗，你放心。如果你把他们样子拍下来，就算我回不来，你也打电话报警。记住，打开电脑，等我电话。谁？这孩子他爸住院，他只是陪护的，这质量没问题吧？王八蛋！于老板骂得好，张某有侥幸的心理，忘记了您的诉求。咱说好的是残疾的儿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半成品。于老板不买账是这个原因吧？于老板给我1个月，就1个月的时间，我把这帮小东西全部再加工一遍。夏某，你去把尤老板的要求全部都记下来，咱给尤老板来一个私人定制。尤总，您说，算了，算了。尤老板是把我们当棒槌啊！张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不麻烦你们了，孩子照单全收，我去拿钱。
给姐夫，我知道钱在哪儿了，我记得。都在这儿了。尤老板是认真的？当然。那张某恭敬不如从命。你好，欢迎使用本公司产品。100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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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元。请注意，这将是奖励。张队长，你弄死他！你看我在不在乎？你俩是一伙的，就是一伙的。你有本事你弄啊！好，你来，你先来。你以为我？小龙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小龙，别冲动啊！别冲动，你把我们松开，我们立马走人。这走人行，把孩子们都留下。朋友，你这就是明抢啊！你连一分都不给，你这是逼着我们跟你拼命啊！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弄死那个死瘸子。看啊！想你死是谁呢？行了，命都没了，要钱管啥用啊？小马，你别太冲动啊，冷静点。行，钱我们有，你开个价，80万，放屁，20万，连成本都不够。小马，你把他账本掏出来，给他看看，咱们花了多少钱？邮费、过路费3700，餐饮费1万1900，进货费12万6300，殡葬费10万8800。这怎么还要殡葬费呀？我二表舅，他死在工作岗位上了，走的得体面一点。
总共多少？17400加上6800，再加3200。哎呀，284900。行，就这数。不行，这是成本，40，成本不能再多了啊！求求你了，再加点！50一口价，你要我弄死你！成交，成交，开始成交，不许乱来，听见没有？行，我数3个数，咱一起放人。1、2、3。大清早不睡觉啊，妈狗！等一下，天冷了要吃饭，大哥大嫂，大发大发。张有。小马，
没想到，这到了最后啊，都还只剩我们俩。你到底是谁？大哥，花样，马明亮，王八蛋！别这么说，大哥，我也是想了好一阵子，我才想明白了。你猜猜，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这么一个外卖员，他勤勤恳恳，努力赚钱工作，他就是想回家娶个老婆。可没想到，今天晚上遇到了这些个混蛋，做了这些个肮脏的交易。这事儿本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想转身就走。可是呢，说的是魔鬼。他是个好人，见不得孩子们受苦，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冲了回来。最后呢？他杀了他，他杀了他，他又杀了他。你呢？就是那个见义勇为的外卖员。那你呢？我不存在。小马，我儿子在医院等着我呢，看着孩子的面子，你留着我，我保证什么都不说，我保证。大哥，你刚刚的短信，我看着。你儿子的手术排上，下个礼拜就能做。你不需要钱，你是想救人。可你想过我吗？我身上背着人命啊！我说我下个月结婚，是骗你的。当初我搭上丽丽，就是为了想办法搞到一笔钱，然后回去找我前女友。可是没想到，前2天我再去找她，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。我一时冲动，大哥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你说，我再不拿点钱走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？大哥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信钱，不信你。小马，兵给了的钱你怕是拿不走了，反正也拿不走了，咱俩。
你这是命大，2刀，一刀贯穿伤，正好在你摘出肾的位置。第2刀扎在手机上，伤口尤其注意不能动。队长，哎，人已经醒了，就是咱们跟了半年多孩子那案子。老严他没事儿。好嘞，知道了。我的东西是不是在那里？你不是警察？以前是，干了10几年，身体不舒服，就没干了。这是你女儿啊？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她。其实是她救了我。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就像永远不变的春天，阳光洒在每一个心田，让人无比依恋。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每个人都微笑面对一切，幸福围绕在每个人身边，让人无法拒绝。